哎呀，那咱们嘞，咱们这些的嘞都学呀。那今天上课之前呢，先跟大家问好。那我们上一堂课结束之后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示可斯啦，就是我们一般在做课诵的时候呢，在念四无量心的次序是依着慈悲喜舍四种无量，然后来做课诵。那为什么上次在讲课的时候呢，是先讲述了舍无量之后呢，才开始讲其他慈悲喜三种无量？那阁下就回复到说呢，就是为什么在念四无量的时候呢，会有把舍呢放在最前面，还有放在最后面？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那以就是我们所用的安乐道论来说好了，安乐道论里面呢，它是以舍无量呢，就是放在第一个，那其他的先修舍无量之后呢，才开始修其他的慈悲喜三种无量。那把舍无量放在最前面的原因呢，是因为从我自己开始修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我要先修舍无量，因为我对于其他有情的贪嗔的缘故，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有情呢看成平等。因为对有情呢，对于和我好的人呢，我生起了贪心；那对我不好的人呢，我生起了嗔心。就是因为没有把一切有情呢视为平等的缘故呢，所以才会产生种种的这种烦恼。那如果说对其他有情生起了贪心，或者说升起嗔心之后呢，那我所升起的慈心或是悲心呢，就不可能圆到一切的有情。所以这个时候我所升起的慈心跟悲心呢，它就只是片面的慈心跟悲心，没有办法成为慈无量或是悲无量。所以从自己呢，在对待他有情的修行方面来说的话呢，一开始呢要先修舍无量，把一切有情视为平等之后呢，那再对一切有情呢开始修慈心跟悲心。那如果呢是一般我们在做课诵的时候呢，把舍无量放在最后面的时候呢，它表示的是说，其他有情和他有情彼此在观修的时候呢，是从慈无量开始修，然后最后呢才修舍无量。所以把舍呢放在最前面，是从自己观修其他有情的时候呢，是先修舍无量。那如果是其他有情，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做这种念诵的时候，表示说对所有的有情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那是把舍无量呢放在最后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安乐道论的正文。那今天呢，是从第6页的第3段开始讲述，就是从观想资粮田的地方开始，就是明现资粮田。那这个次第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加行6法的时候呢，第一个加行呢，讲到说就是于自住所呢，就是洒扫住处，庄严安布生于意之后呢，那第二个加行由无产狂求诸共具端正陈设。那还有第3个加行呢，具足譬如7法或8法，或随其威仪即安住以升起皈依，然后事无量，还有像殊胜的发心等等。那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完了，就是第3个加行。那今天从第4个加行开始，所以呢，就从第六页的第3大段开始，继而观想至前虚空有八只狮子撑起了高广宝座，各种莲花、月轮、日轮的坐垫上，从体性为自己具恩根本上师，外上为释迦牟尼佛，角色深色金尘到金刚加福座。那这一段的内容呢，就跟在第5页呢，就是倒数第3段的地方呢，就是这边是一样的，就是从至前虚空开始，然后一直到具足金刚加福座的地方呢，就是如同第5页倒数第3段所说。那所以呢，这边就是先观想主尊。那主尊呢，就如同在第5页呢，就是第5页倒数第3段呢所讲到的，就是先观想呢，就是在各种的莲花殿、月轮殿、日轮殿之上呢，那体性呢是自己的根本上师，然后但是外上呢现为导师释迦世尊。那他的身色呢是金黄色，然后具有顶髻，一面2臂，然后右手呢是持地印，左手等持印，然后等持印之上呢就是持钵，然后钵里面呢就是充满了5色的甘露，然后呢身上呢穿着就是黄色的3衣，然后呢端严相好，就是具备32相80种
80种随行好。那世尊呢，他的身体所呈现的呢，就像是琉璃一样，就是沉浸光明的体性。那佛身呢，就是在这个光晕之中，然后呢，双足呢，就是以金刚跏趺坐。那这个呢，是跟上堂呢，就是所讲的观修呢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主尊观修完之后呢，那世尊的后方呢，我们就是观想一样，就是也是在莲花殿，然后月轮殿、日轮殿之上呢，就是以金刚持佛为首，然后呢，一切加持派的传承祖师。那右方呢，就是观想着就是以持世菩萨为首，那持世菩萨也是我们讲的弥勒菩萨，以持世菩萨为首的广大行派的传承祖师。那左方呢，就是以文殊为首的先见派的传承祖师。那前方呢，就是围绕着我们具愿的根本上师，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那在他们的四周呢，就是围绕着就是前面所讲的，像本尊，然后呢，佛、菩萨、永护、空行、护法这些智慧尊。那在这些诸尊呢，诸本尊的前面呢，就是具有一个圆满的法座。那这法座之上呢，就是放着这个经函，但是经函呢，就是他们各自所演说的种种的这种教法，然后也是呈现光明体性像琉璃一般的，就是经函的相状。那同时呢，这些诸尊的外围呢，就是都是随摄调伏所化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化身。那这意思就是说，在这些诸尊的外围呢，它视现为各式各样不同的化身。那凡是呢需要食物的呢，它就视现为食物的相状；那凡是呢需要马车的，就视现为马车的相状；或是呢需要亲友的呢，它就视现为亲友的相状；或是他需要就是引路的人呢，那他就显示出指示道路的这一种相状。总而言之呢，它就是为了各个他所需要调伏的不同的有情，那依照有情个别不同的根性呢、根器，然后示现各式各样不可思议的化身。那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哦，就是在这边呢，他是写说8支俊师撑起的就是高广大的这个宝座，然后各种莲花、日轮、月轮的坐垫上。那在课文里面呢是这样子写，但是从藏文直接看的话呢，它的次序依次是莲花，然后月轮，还有日轮，就是前面第5页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藏文的顺序都是月轮放在日轮殿的前面，就是莲花之上有月轮，然后月轮之上有日轮。那刚刚呢，我们就是讲到了就是第6页的倒数第2段，就是呢这些诸众的外围呢，都是随摄调伏所化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化身。那阁下这边就补充到说呢，我们在观想这些化身的时候呢，就是观想呢，就是他们就像是我们在宫殿里面呢，就是宫殿里面有很多的人，就是来来去去、进进出出，非常的忙碌。那我们就是观想诸尊呢所化现的这些化身呢，就是非常的忙碌。那他们所忙碌的呢，就是忙着去利益一切所有的有情。那所以呢，讲到说呢，他们所画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化身呢，然后就是普照十方。那所有诸尊与眷属的顶门呢，那这边讲到诸尊，所有的主尊呢，还有他们的眷属呢，就是我们在资粮田上所有一切的诸尊呢，那他们的顶门呢都是白色。那这边呢就提到说，白色的这个吽字呢，它所代表的呢是大圆净智。那它的体性呢是毗卢舍那佛。那喉间的吽字呢，喉间红色的阿字呢，它所代表的呢是妙观察智。那它的体性呢是无量光佛。那在胸口之间呢，就是在我们的心间呢是蓝色的吽字。吽字呢所代表的是法果性智。那它的体性呢是不动佛。那在其间呢，就是肚脐的地方呢是黄色的受字，受字所代表的是平等性智。那它的体性呢是宝生佛。那在密处呢，就是绿色的哈字，哈字呢所代表的是成所作智。那它的体性呢是不空成就佛。所以5个种子智呢，它所代表的就是五种智慧。那5种智慧呢，也有它所代表的，它体性呢所显现的这些佛像。所以呢，就讲到说，从顶门一直到密处的地方呢，就是 Om Hom So Ha。那再从上师佛，就是主尊呢，导师释迦世尊的
心口间的吽字呢，就是放光，然后普照十方，然后从自性处呢引请就是智所观修相似的智慧尊，就是呢到所谓的自性处呢，就是到他们各自所安住的净土呢，然后引起就是他们相貌一样的这些智慧尊，然后观想这些智慧尊呢，到了之后呢，就是以各自的誓言尊，那誓言尊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观想的这一些主尊呢，就是誓言尊、誓言尊，所以就观想智慧尊和誓言尊呢，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为总集体性的归依处。那观想完资粮田之后呢，就是到这边观想，就是智慧尊和誓言尊融入之后呢，然后成为总集体性的归依处。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可以去做奉浴的仪轨，就是来观想，就是去观想奉浴。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奉浴的仪轨呢？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做这种奉浴，就是供养他们，就是为诸佛洗浴的意思，洗澡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如果做这种奉浴供浴的话呢，对于我们洗除就是平常的这些罪障，然后非人的干扰，然后各种疾病灾祸呢，还有像是守护我们道次第的所缘呢，都是有极大的帮助。那当然就是指说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做，那不做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说大家没有时间做这么仔细的观修的话，那不做奉浴呢也是可以的。那在这边呢就不特别呢讲述说就是奉浴呢该如何的去做观想。那接下来就讲说，当我们升起了皈依处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要做就是七支供养，然后还有供曼达等等。那七支供养还有供曼达呢，就讲到说它这个呢是所有一切极之尽罪的恶药，就是透由七支供养。那在七支供养里面呢，又包括了就是七支，那这七支呢分别就是第一个礼敬支，那第二个供养支，第三个是忏悔支，第四随喜，那第五个呢就是请转法轮，第六个呢就是请注释，还有第七个呢回向，所以总共呢是七支供养。那接下来第一个呢所讲到的呢就是供养的部分，礼敬的部分。那在讲述礼敬支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呢，那最好是能够起来呢，就是直接做礼拜。那在礼拜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观想到说，我所礼拜的对象呢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的诸佛呢，然后呢都是成为我礼拜的对象，就是除了就是皈依境呢所显现的诸尊之外呢，那也可以观想就是十方三世呢所有一切的诸佛呢都在前方，然后呢由此呢来做礼拜。那在礼拜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就是自己起身的来礼拜的时候呢，那在边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边观想说，就是我呢也化成了就是百千万亿身，就是你能够想多少身呢，然后就尽量的呢去观想你现成的多少身，那最好是可以观想的自己就是遍满就是一切诸佛国土，然后呢化身为百千万亿身呢，然后一起呢然后来做礼拜。那在礼拜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就是身体呢在礼拜，那在礼拜的时候呢就配合着就是35佛忏。那在礼拜之前呢，先念就是可以让那个我们所拜佛的次数呢变成百千万亿倍的这个咒语，就是南无美珠悉利南无苏利南无乌达玛悉利亚受好，就是先念这个念3遍，然后再开始礼拜，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拜佛的次数呢变成无量多。那开始拜佛之后呢，那身体在做礼拜的时候呢，然后一边观想呢，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直接唱出来，就是观想就是这些佛还有这些本尊呢，还有上师呢，他们三门的功德，就是身语意的功德，然后我透由就是妙音声，就是透由好听的声音呢，然后来做唱诵。那这个呢是属于语礼拜的部分。那最后呢就是意礼拜。那在意礼拜的时候呢，就是去思维呢所有诸佛他们所有的身语意，然后还有说他们事业的功德，然后来做礼拜。那我们在礼拜的时候呢，就是要先升起了一个就是清净的信心，先升起了清净的信心呢，然后来做礼拜。那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有清净的信心之外呢，那相信呢，就是三宝呢，它是能够救护我的，这一点是毫无欺诳的。那这个呢，是属于就是一个是清净的信心，那一个呢就是
极为恭敬的这种信心。那第三种呢，就是相信皈依之后呢，那三宝是无欺狂，他们是绝对呢可以救护我们脱离恶趣，然后可以引导我们呢去向于解脱和佛道，然后相信这种三宝呢是无欺狂的，就是透由这身语意的方式呢，然后来做礼拜。那就是呢，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呢，就是边拜呢，那也要具备的就是三种信心，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清净信，那第二个呢就是圣洁信，那第三个呢以及是希求的信心，就是要具备呢这三种信心呢，然后来做礼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礼拜呢也可以具备着四种无量。那这是四种无量呢，第一个呢就是所缘呢，就是有情，就是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呢，就是你的所缘是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呢，那这是观想呢，你的所缘就是有情是无量。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礼拜的对象呢，就是皈依境呢，皈依境的诸尊呢也是无量。那第三个呢，就是我在拜佛的时候呢，我的身化为无量。那第四个呢，就是我拜佛的数量呢，所拜的次数呢是无量。所以在拜佛的时候呢，要是具备这四种无量去拜的话呢，也可以累积极大的功德。那关于礼拜的部分呢，就先解释到这边。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就可以持续的发问。那阁下就是对大家发问的问题呢，可以做更仔细的解释。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是供养。那供养之里面呢，又分为就是有上供养跟无上供养这两者。那我们在第二加行的时候呢，就想要说有无产狂求诸供具端正陈设，就是在第二加行的时候呢，我们在资粮前的前方呢，就是摆设了许多的贡品，就是尽我们的所能呢，摆设各种贡品之后呢，那这些贡品在第一个加行的时候是摆设，那摆设完之后呢，在现在呢，就是要供养给资粮田里面的诸尊，所以到这边呢，才开始把我们之前所摆设的这些贡品呢，然后供上去。那供养呢，就是分为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那所谓有上供养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供养之上呢，还有比这个还要殊胜、还要好的供养呢，叫做有上供养。那无上供养呢，就是没有比这个还要殊胜的供养呢，叫做无上供养。那我们先讲述什么叫做有上供养。那有上供养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所摆设的各种的供物，或者说呢，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呢，它讲述到了7种供物。那普贤行愿品所讲的7种供物呢，就是花、饶拔、涂香，然后最胜伞盖、灯，然后还有香，就是我们供的那个香，还有衣。那这是普贤行愿品所讲的7供。那还有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像是2水、5供、乐器，然后5妙玉、8吉祥、7珍宝。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由心所变现，然后观想它遍满虚空，然后还有十方世界呢，所有呢就是无主物，就是没有主人的各种的物品呢，那我们一切呢都可以由心取来之后呢，然后供养给皈依境。那我们供养之后呢，就观想呢皈依境的这些诸尊呢，他们受用之后呢，然后升起了就是无漏的殊胜安乐。那在平日的时候呢，如果我说我们能够不间断呢，每日能够供水的话呢，那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水呢它是很容易取得的，所以呢我们供水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不会有坚定的这种心，因为我们现在水就是要拿到水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水呢，它具备了一些特性呢，就是像水它的特性呢，就是本身呢是澄净，然后呢又是因为清凉的缘故，所以呢以这个为缘起呢，那我们去供养的时候，就是水的特性呢，它具备施凉的特性。那这种施凉的特性呢，就是如果我们去供养的话呢，就是有菩提心呢，能够滋润我们相续的这种目的，或者说缘起。那第二个呢，就是水呢，它本身呢就是能够净除脏物的缘故，所以呢代表说能够净除一切的罪过。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水呢能够显现影像的缘故，就是我们的倒影会现在水里面，所以呢这个表示在我们心绪之中能够升起正的空性智慧的一种缘起。所以呢，就是平日呢要是能够不间断的供水的话呢，就是具备这一些殊胜的功德。那同样呢，为了表示说我们能够
手持境界的这个缘起呢，然后我们可以供养就是味道好的这种熏香。那为了呢能够增长殊胜的智慧呢，所以供养明灯。那除此之外呢，供养明灯呢，它有代表就是能够我们净除自心相续呢烦恼黑暗的断的功德，断功德，然后也有具备了能够成就一切悉地的就是正圆满的功德。那同样的呢，为了代表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获得就是好的体力，然后有好的身体的缘故呢，那我们可以供养就是我们讲的神传，那这就讲的就是食物的意思，能够供养食物，那这个也有长寿的缘起。那所以呢，像是水，还有像是灯，还有我们平常在供香，就是如果能够平常呢做这些供养，然后内心呢做这样思维，而且可以观想说我们所供的这一些物品呢，它是遍满于一切的虚空，然后做这样子的供养呢，然后边供养，然后观想说我们无论供水也好，或是供这些食物呢，那供养给这些质量天诸尊呢，那他们就是欢喜的受用。那欢喜受用之后呢，那观想他们就是心绪之中升起了无漏的安乐。那以上呢是有上供养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是无上供养。那所谓的无上供养呢，就是普贤供养云的意思。那普贤供养云呢，又分为就是显教还有密教呢这两种不同的供养方式。那以显教来说呢，显教的普贤供养云呢，那显教的普贤供养云指的普贤呢，就是指八大随佛指里面的普贤菩萨。那一般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八大随佛指呢，它的功德呢，还有加持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那比较不同的呢，就是对于它就是特殊的这些功德呢，它的不共的发心，或者说它的誓愿不同的缘故呢，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能力，就是特殊的能力。像以文殊菩萨来说呢，它就是代表着智慧；那金刚手菩萨呢，它所代表的呢就是大力；那观自在菩萨呢，它所代表的呢就是悲悯；那地藏菩萨呢所表示的呢就是能够增长地力。就是地上，就是让土地呢具有这种肥沃的这种力量，增长地力。那除盖藏菩萨呢，它主要是就是净除我们的罪障。那虚空藏菩萨呢，它可以净除就是我们所犯下的这些过错。那弥勒菩萨呢，它所代表的呢就是广大行。那普贤菩萨呢所代表的呢就是供养和回向。所以以普贤供养云来说呢，就是代表普贤菩萨呢他所做的供养还有回向的这些特殊的这个功德。那我们在做普贤供养云的供养的时候呢，就观想说，就是普贤菩萨他的身上呢，就是每一个毛孔呢，都是放百千万的光明。那这百千万光明的每一光的最前端呢，然后都有百千万个普贤菩萨。那这百千万的普贤菩萨呢，它的每一个毛孔呢，又一一放百千万的光明。所以呢，就是普贤呢，它会遍满于虚空。那每一个普贤菩萨呢，它都一一的合掌。那它合掌里面呢，它的手掌里面呢，就合掌的时候，手掌里面呢就有如意宝珠。那这个如意宝珠呢，它就放出光芒，然后变化出种种的供养云呢，遍满虚空，然后做现前的供养。那这个呢是属于就是显教的普贤供养云的方式。那以上呢就是讲完了就是显教的无上供养云的供养方式。那接下来呢讲到说密续呢它的普贤供养云的方式。那密续普贤供养云的方式呢，就是观想呢，就是空乐无二的智慧呢，就是透由此空乐无二的智慧，然后化现为各种的供养物，然后去做供养。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无上密续中，就是无上四部密续里面无上密呢，就是普贤供养云的方式。那以上呢，就是对于极之尽罪的扼要呢7支供养里面，就是第一支礼敬支，还有第二支供养支呢，已经解释完毕。那接下来呢，就是讲述忏悔支。那接下来呢，就是讲述忏悔支。那忏悔支呢，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要具备四力忏悔。那四力忏悔呢，四力分别呢，就是第一个呢，依止力；那第二个呢，就是破坏现行力；那第三个呢，就是遮止罪恶力；那第四个呢，就是现行对治力。那具备这具备四力去忏悔的话呢，那一切的罪过呢，都可以净除干净。那我们一般在讲述依止力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就是依靠着皈依还有菩提心的力量呢，所以叫做依止力。那我们在忏悔之前呢，可以先做如是的思维，就是先想到说呢，就是自己呢今世
还有过去世呢所造一切呢，就像是十不善，然后还有说像是三种律仪，就是提到说别解脱，然后菩萨戒，还有密乘戒呢，就是各个律仪，然后里面各违犯各个戒的这些过失。那是会说，如果呢，我今生呢，如果这些罪恶呢，就是无论是十不善也好，或者说呢，违犯就是三乘律仪呢所造的这些过失呢，如果没有尽除的话呢，那我死后呢，就是唯有堕到地狱去而已。那我现在呢还没有死呢，完全就是因为是上师三宝的悲心。如果我现在死的话呢，我肯定已经是在三恶趣里面受苦。所以呢，就是祈请呢，就是上师三宝呢，现在能够将我从痛苦的这一种因果里面呢，给救护出来。那为此呢，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利益呢，我要证得佛果位。那我们透由这样子去思维呢，就是具备了，就是透由这种方式去思维呢，就是具备了依止力，然后以及破坏力这两种。那这边呢，就是讲述到说呢，就是思维如果没有上师三宝的悲心的救护的话，那我现在呢，可能已经堕入恶趣。那堕入恶趣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这种畏惧的心。所以你产生畏惧的时候呢，相信上师三宝能够救护你的时候呢，产生这样的信心，相信他们能够救护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升起了皈依。那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利益呢，要证得圆满的佛果位呢，那这个就是升起了菩提心。所以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依止力，就是依靠着皈依以及菩提心。那升起这个皈依和菩提心之后呢，那我为了将来呢不堕恶趣呢，所以对于之前我所造作的这些罪过呢，我要如理的去忏悔，如理的忏悔。那这样子呢，就是升起了破坏力，就是升起了追悔力，对过去所做的这些恶行呢感到忏悔，然后去以势力去做忏悔呢，这个就是破坏力。所以讲到具备了依止力及破坏力这两者。那刚刚呢，就是我们解释完了依止力跟破坏力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讲到说现行对治力。那现行对治力呢，一般就是说我们在做忏悔的时候呢，就是配合着就是35佛忏呢，然后来做忏悔。然后或者是说呢，就是我们可以依照着就是念诵百字名，然后来做忏悔，或者说也可以依照着像是观修空性，或者说呢去思维菩提心的方式呢，然后来做忏悔呢。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现行对治力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呢，就讲到说就是防护力。那防护力呢，就是遮止罪恶力。那遮止罪恶力呢，就是内心呢要升起说，就是我对于过去呢所做的这一些恶行呢，那我现在好好的忏悔。那忏完之后呢，愿我将来呢能够不再继续的造作。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防护力，就是立下一个誓言，希望自己呢对于过去所做的恶行呢不要再继续的造作。那具备这4力呢来做忏悔的话呢，那是有说就是可以将一切的过失呢，一切的罪过呢都能够忏悔干净。所以具备4力来忏悔呢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呢，就是经典里面有讲到说，要是我们具备4力来做忏悔的话呢，那连五无间罪呢都可以忏悔干净。所以呢，具备4力来忏悔呢，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且如果没有具备4力的话呢，我们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恶行呢，可能没有办法净除干净。所以呢，这边呢就讲到说，具备4种力的忏悔。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做一个收摄，就是呢，我们思维呢，就是从轮回开始，从轮回无始呢，到至今呢所造的一切的罪过呢，那我从内心的深处呢，升起强烈的忏悔心，而且呢，在不欺狂的皈依处之前呢，就是三宝面前呢，然后发露忏悔，然后祈请上师三宝的加持呢，令我一切的罪过都能够无余的尽除。然后从今天开始呢，直至命终，那过去所造的这些罪过呢，我不再造作，我终不再造作。然后依靠着诸佛菩萨还有上师的悲心呢，愿我现在呢能够升起了就是断除所有罪堕的这一种终止之力，能够终止掉就是我再去造这些罪堕的这种能力。然后透由如是的忏悔力呢，然后可以将一切如母有情的罪障还有习气呢，就是无余的尽除。那接下来呢是第4支呢，就是水洗支。那水洗支呢，就如同宗喀巴大师所说的呢，就是
微小利积广大福，说最甚是水洗德。就是我们透油呢，就是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呢，就能够累积广大福德的方法呢，那就是修水洗。那水洗呢，也就是对于其他人呢所行的这些善行呢，我们不生起嫉妒心，还有比较心，然后呢去修欢喜心。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水洗。那我们在水洗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自己或是他人呢，三时呢所行的任何的大小善。那30就提到说，现在、过去、未来30所行的任何的大小善呢，那我们身体水洗的时候呢，就合掌。就看到别人行善的时候呢，那身体水洗的时候呢，我们就合掌。那口中呢水洗就是赞叹他们做这些善行。那我们内心水洗呢，就是修欢喜心。那并希望呢，就是我所做的这些善行呢，或者说别人所做的这些善行，或是我所做的这些水洗呢，能够承办一切殊胜的果报。然后呢，由此向资粮腾的诸尊呢做祈请。那在7支供养里面呢，我们已经从一开始的就是礼敬之，然后供养之、忏悔之、水洗之。那接下来呢，就是讲第5个呢，就是请转法轮之。那请转法轮之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手上呢有曼达盘的时候呢，那就观想呢，就是在曼达盘的中央呢，还有周围呢，就是总共加起来就是9堆的这种供养。那9堆供养的这种方式呢，就如同它摆12呢，就如同上次就是九福轮的这个法轮，9福轮的法轮的这种排列的方式。那手中呢就是拿着曼达盘，那心中呢，我们心里面呢就观想说自己呢化为大梵天，然后化为大梵天之后呢，然后化身到所有十方世界呢，然后所有就是已经现正等正觉成佛之后呢，然后还有尚未讲法轮，就是尚未讲法者，尚未转法轮的这些佛陀呢，那祈请呢，就是这些诸佛呢，尚未讲法的诸佛呢，为了他们，就是祈请他们为了遍满虚空的有情的利益，然后还有为了一切有情能够升起无上安乐的缘故呢，然后祈请呢，就是使这些尚未转法轮的诸佛呢，能够宣扬正法，然后转正法轮，然后这样祈请之后呢，然后就观想，就是这些尚未转法轮的诸佛呢，就是内心欢喜，并且答应呢，他们会为在无边的净土呢，为所有的有情呢，然后讲述一切的正法，然后符合有情心绪呢，为他们宣说正法，然后可以做这样子的观想。那接下来呢，就是第6支。那第6支呢，就是祈请住世不入涅槃支。那同样的呢，我们是观想呢，就是手上有曼达盘的话呢，就观想在曼达盘的中央，那以及四方呢，就是在5个供养堆之上呢。那这5个供养堆之上呢，它现为就是各种金刚宝石呢，然后所变现的这个狮子宝座。那这个狮子法座呢，它所代表的呢，就是自己还有他人一切就是身体受用，还有30呢所累积的这些善根。那我们透过这些善根呢，然后祈请就是十方诸佛呢，就是能够长久住世。那祈请他们长久住世呢，就是祈请呢，就是这些诸佛呢，为了一切有情的广大利乐，然后祈愿呢，他们能够就是尽一切劫，就是只要有众生在的时候呢，他们就住世，然后以此呢来利益有情，然后透过这种方式呢，然后祈请诸佛不入涅槃。那第7支呢，就是回向支。那回向支呢，就是之前呢所说的这些6支呢，就是为代表，就是希望呢我们6支呢所做的，就是上述6支呢为代表，然后其他还有所有的善行呢，无论是多么小的善行呢，那以及自他30所有一切的善呢，然后都是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然后我们以这种猛烈的希求心呢，然后回向能够成为正德圆满正等菩提的因，然后就是以这种方式呢来做回向。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讲到3种呢最殊胜的回向，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回向的时候呢，都是要回向到这3者之一，因为这3者呢是最殊胜的回向。那这3个呢，就3种回向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回向一切利乐的根源之因，就是一切利乐的根源呢，就是来自于就是佛教能够广弘传，所以就是能够
佛陀的圣教呢能够广弘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回向一切成就的因呢，就是作施所喜。那第三个呢，就是回向所证无上圆满菩提。那这个就是文殊护主呢，就是传授给宗喀巴大师的，就是我们做任何回向的时候呢，都是要回向到三者的其中之一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再讲一次，就是回向一切利乐的根源，就是圣教广弘传，然后回向一切成就之因，作施所喜，然后以及第三个呢，回向所证无上圆满菩提。那七支供养呢，我们就是讲完了，就是具备礼敬之，然后呢供养之、忏悔、随喜、请转法轮、注释以及回向之。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对于七支供养呢，它如何呢，就是和我们的对治的所断呢，还有我们的功德呢，就是对于断还有修二者呢，还有如何的做结合呢？那这边就讲到说呢，如果我们做礼拜的话呢，它可以成为呢，就是我慢的对治。那它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它的功德面就是在成佛的时候呢，能够成就就是佛陀顶际的能力。那供养呢，它是可以对治我们的坚定，就是坚定的心。然后呢，在成佛的时候呢，它可以承办我们在果位呢，就是受用圆满的能力。那接下来呢，讲述到忏悔的时候呢，忏悔呢，它可以对治三毒。并且呢，在果位佛地的时候呢，对于生于意所示现的一切的行为呢，它不存在任何的过失。然后呢，就是获得三不护功德的能力。就是假如说呢，我们在做忏悔的时候呢，它可以对治呢，就是贪嗔痴的三毒呢，是完全可以对治的。而且在成佛的时候呢，我们成佛的时候生于意所示现的一切呢，它不会有任何的过失。那接下来第四个呢，随喜呢，随喜它所对治的呢，就是嫉妒。那在他的果报呢，就是在成佛的时候呢，可以不沾染任何不欢喜的事情，就是不会有任何不愿意的事。然后呢，他能够成就如是的善根。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劝请请转法轮之呢，那这个呢，它是能够成为就是我们谤法业还有愚痴的这种对治的能力。然后那它的果报呢，就是在果位佛地的时候呢，能够具备以60音语呢为所化机有情呢说法的能力。那祈请注释不入涅盘呢，那它最主要呢就是能够对治，就是我们就是让上师不欢喜的心，或者说搅乱上师内心的这种过失。还有对于说像佛出世的时候呢，我们做任何就是佛所不欢喜的这种恶业，那这些都能够尽除。而且呢，它能够就是成为就是祈请就是上师长久住世，那对自己来说呢，也是最好的一种长寿法，而且能够成就无始的金刚身。那所以呢，总摄来说呢，就是七支供养里面呢，就是第一支礼敬之，然后供养之，还有随喜他人的善，然后呢劝请转法轮，还有祈请注释不入涅盘呢，它是属于就是积极顺缘之良。那忏悔之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呢是净除恶缘的这种障碍。那刚刚讲说随喜呢，有一个是随喜前面随喜他人的善，那随喜里面有一分呢是随喜自己所行的善。那随喜自己所行的这种善呢，它能够增长呢我们自己所造的善。那回向呢，它就是对于像是积极顺缘之良，然后呢净除恶缘障碍，还有说增长善行，就是使我们微弱的善行呢能够不尽的增长，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现前的果报呢不会流损，不会流失，不会耗损，然后变成为无尽。所以呢，总之呢，就是七支供养呢，它是完全可以收摄在就是积极之良、净除罪障，还有说让我们所行的这些善根呢，能够增长，而且无尽，变为无尽，不会耗尽的这三种作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讲的就是所证的究竟呢，就是圆满的正功德，还有圆满的断功德呢，这两种。那获得圆满正功德的因呢，就是要从现在呢开始累积资粮。那想要获得圆满断功德的因呢，就是要从现在呢开始就是净除罪障。所以我们所行的任何的善行呢，它没有不收摄在就是集资净罪这两者里面的，所以才会讲说呢，七支供养呢，它是一切净罪集资的扼要。原因呢，就是在这里。那七支供养里面呢，就是忏悔之呢，它是净除罪障之外呢，那其余的6支呢，都是属于积极之良。那
虽然说是这样子讲，但是呢，在意义上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积极之良呢，就是净除罪障；净除罪障呢，就是积极之良。那不过呢，就是行持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因为呢，没有那种所谓说，哦，我现在在积之之良，但是我积极之良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净除罪障，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说我现在在净除罪障，但是我仅有净除罪障，但是没有在积极之良，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凡是积之呢，就是净障；净障呢，就是积之。唯一的差别呢，就是在做法的不同之外。那而且呢，有讲到说，一切的就是圣者菩萨呢，他们在诸佛面前呢所做的任何的善行呢，就像礼敬供养等等呢，也没有超过七支供养的范围的。所以呢，我们要以七支供养呢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扼要，然后再的供养，然后再对上师三宝呢做祈请。所以讲到说呢，就是七支供养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呢去行七支供养。那在就是加行六法里面呢，从一开始的就是洒扫住处，然后呢庄严安布身语意象。那第二个加行呢，由无场狂求诸供具端正陈设。那第三个呢，就是以七，譬如七法或八法呢，或是随至威仪安住仪呢，然后升起殊胜的皈依，升起殊胜的发心。那第四个呢，就是观想皈依境。那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第五个呢，就讲到说一切极之净罪的扼要呢，也就是七支供养。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就是六加行里面的前5个加行了。那我们邀请你来，今天可能时间不多，所以我先问一个吧。好，那念到问题是：礼敬葛西弟子，请问依师的时候，若远离世师及佛，很容易生起；但若接触时间长了，有时候会感觉比较像是亲人、胜似挚友的感觉，会强过世师及佛。那有时候在世间处事，还想会给师父建议，这种感觉对吗？如理吗？若不对，如何对治呢？随喜大家。那格西兰呢，就先回复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有一些像是世间的处事的事情呢，还想给就是自己的老师呢做建议，那这样子是对的吗？是如理的吗？那阁下的回复是说呢，就是经论里面有讲到说呢，就是善知识呢，有时候呢，就是给我们一些教诫，或是叫我们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觉得不如理或是不如法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是可以跟上师起白的，但是呢就是要以恭敬的心，然后呢具备了就是正因，还有就是正确的原因，然后还有说经论里面呢有如是这样子讲，所以这样子做呢并不是很如法的，然后可以跟上师起白说，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没有办法去做，或者说呢就是感觉说就是看到某一些就是不如理或是不如法的地方呢，那弟子呢是可以以恭敬心呢，然后去跟上师起白的。所以呢，阁下说这样子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只要是具备一个恭敬心呢，然后是如理如法的话呢，那其实呢是可以跟上师去做起白的。好，那我们现在快到时间了，所以我们先下课。那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会留到下一堂，再让葛西为我们做解答。Okay, so we have a few other questions, but not enough time today, so we will accumulate the questions for the next session.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now we can do our dedic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Gisela taught us today.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开始的做我们的回向，谢谢。no
Oh,